弟，你不是他对手，二弟。萧峰见虚竹掌法如此精奇，真是又惊又喜。他万万没想到刚结识的二弟武功居然如此了得。又见慕容复和庄聚贤持剑攻来，来得正好，保护我三弟。说罢，萧峰冲上前与慕容复二人缠斗在一起，只剩段誉一人焦急地看着两位大哥交战。虚竹为了给玄曼大师报仇，丝毫没有隐藏实力，他凌空盘旋飞舞，施展天山六阳掌直击丁春秋要害。丁春秋知道虚竹实力，此刻不敢施展毒功，只能边打边退，随即朝小树林飞去。虚竹对丁春秋穷追不舍，二人再次交手。吃瓜群众见逍遥派武功如此轻灵飘逸，可真是将逍遥二字发挥到淋漓尽致，就连段正淳和阮星竹都不由赞叹，简直就像武党一样，举重若轻，潇洒如意。这样的武功我从来没见过。只有王语嫣目不转睛地看着慕容复，生怕表哥吃亏。段誉见王语嫣只关心表哥安危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哪怕王语嫣往他身上看一眼，自己就死而无憾了。又见虚竹和丁春秋交手数十招，二人当即互对一掌。丁春秋借助树枝反弹借力而上，直接化解了虚竹的掌力。虚竹见状，纵身一跃，再次飞身一掌击出。见此情形，丁春秋身形如蛇盘旋树枝左右飞身躲闪，趁其不备一脚震断树枝。只见虚竹急速朝地面坠落。虚竹的武功在丁春秋之上，本来可以尽早取胜，只是应敌经验实在太少，功力发挥不到6成。加上虚竹从小在少林寺长大，心存善意，每次掌力发出6成，又将其收回半成功力。此时，于婆带着灵鹫宫9天9部姐妹闻声赶来。主人，快用生死符对付这个星宿老怪，生死符最具神效。主人，你给星宿老怪种生死符，得用些酒水。好，主人接着。虚竹一个回旋踢，直接将酒袋震碎，酒水四散飞溅，形成酒雨向丁春秋洒去。虚竹当即凌空一跃，用弹指神通将9种生死符全部种在丁春秋身上。哎，星宿老仙神通广大，哎，这大手一摆啊，这贼人就死定了。丁春秋被中生死符，全身奇痒无比，一心只想挠痒痒，哪还有力气反抗？玄慈方丈见状，让虚竹大发慈悲给他止痒。虚竹谨遵方丈命令，拿出一粒镇痒丸弹进丁春秋口中。星宿老怪，这颗镇痒丸可止3日之痒，过了3日，其痒又再发作，那时候我主人是否再次灵药，要看你乖不乖。